今日個恆指咧就相當反覆啦，基本上咧就高開之後咧就係插落去，就見翻個低位，咁啊亦都冇穿到琴日個低位啊，23,350左緊嘅呢啲水平啊，咁啊所以咧開咗市其實都係2個鐘左緊，咁啊成交就唔算太多啊，1300幾億嘅啫。咁頭先咧一低位咧就抽翻成500點上去，咁但係去到咧23,800幾十咧就開始咧又見到啲阻力啦。咁所以咧整體嚟講咧，今日個市咧就係比較波動啲，咁唔算話有個好明確嘅方向。今日係一個期指嘅最後交易日，咁啊聽日期結啦，咁所以變咗呢個市咧就有機會夾住啲高位去收市，咁啊冇打穿就23,350，但係如果呢一穿嘅話咧，其實要落到去23,100樓下亦都會相當之快嘅，咁啊所以呢啲市況嘅話咧，真係要盯得好緊咧先可以去操作啦。如果穿唔翻上24,000收嘅話咧，暫時嚟講第二季咧都係不宜咁進取住噶啦，因為好似琴日咁啊，特朗普都再講啦，咁啊4月2號就會加徵呢啲進口汽車嘅關稅啊，咁變咗咧個美股琴日個市況咧就相當之波動，咁啊變咗咧連同我哋港股都係啦，個港股雖然曾經挫翻落去，咁整體嚟講咧，其實港股個市底都相對嚟講係比較強嘅。咁你話第二季個點樣嘅部署咧，我哋都唔需要去太心急去睇住啦，因為始終都好明顯就觀察緊嗰個政策嘅變化咁啊。因為今年個市場嘅焦點記住都係 AI 啊、DeepSeek 呢啲概念為主啦。咁但係始終第一季咧恆指個升幅咧就超過30%㗎啦，咁所以你有機會咧第二季要起氣先，咁啊到5、6月嘅時間先有機會再炒一炒嘅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話恆指咧最大嘅阻力，咁當然都係接近去25,000點㗎啦，因為大家都知啦，之前咧大家都講25,000、25,000呢個目標咧其實就去唔到嘅，咁所以咧接近25,000點咧就已經開始咧一定要去出緊啲貨㗎啦，因為始終風高浪急啊，咁啊記住，同埋而家咧始終係今日嚟講咧都係一個期結，咁啊所以變咗咧就叫做個大市咧有少少支撐喺度啊，唔係話個市咧就即刻確認就已經轉向㗎啦，咁啊大家要小心啦。